弟兄姐妹平安，周间信息题目：主用眼睛看你。圣经诗篇ulit 21 saka falu tusir 32章8节。Usuanu tapang i papahapina ngen aku kisu tu rarakaten isu alalan. Papa sifana aku kisu. Mama rarik keku palimuut i disuanan. 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，劝诫你。圣灵要做工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与主亲密到一个地步。主用眼睛一看我们就知道主的意思。在家庭中，夫妻关系是最亲密的。有时妻子看丈夫的神色或眼睛，就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。孩子和父母的关系也很亲密，孩子想做一件事，还没有开口，一看父母的眼神就知道可不可行。主说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，劝诫你。我们与主耶稣足够亲近，便知道在此情境中他想做什么事，然后就按照他的指示行出来。因着与耶稣基督之间的亲密关系，我们将会看见他的能力从我们身上涌流出来。我们能照主所行的去行，要多花时间注视主，与主结合。我们必须要寻求他，如同寻求生命的至宝，并且将他与我们同在，彼此享受的时光视为生命中的首要之事。当我们因着忙于每天的杂事，不肯花时间享受主的爱，或不轻易的让罪潜入我们的生活中，破坏了与他的亲密关系，他便被深深的刺伤了。他不会对我们大声吼叫，就是定睛在我们身上，劝诫我们。2003年正是 SARS 流行时，有位医生正好轮值急诊，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早上病人特别多，而且多半是发烧的病人。特别的是，其中有2位是本院的护士，而且他们工作的地点都在同一层楼。医生心中有股阴霾挥之不去，莫非是 SARS 的院内感染？赶紧翻阅前1个礼拜的就诊记录，赫然发现其中有一个病人已被通报为 SARS 可能病例。凑巧的是，他原是院内的清洁工，打扫的区域正好是同一楼层。医生心中忐忑不安，除了赶紧向上通报，也提醒身旁的同事要注意自己的体温。然后不知怎么的，总觉得自己的头昏昏沉沉，全身肌肉酸痛。趁着休息的时候，自己测量了耳温38.2度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请人帮忙抽血，照 X 光片检查。当他看见自己的肺部 X 光片出现浸润的现象，几乎不敢信自己的眼睛。重复检查的结果，他不得不接受自己也成了 SARS 的可能病例。
他拨通电话回家，告诉怀着7个多月身孕的妻子，跟他说要坚强，要加油，要照顾好自己和我们的女儿。挂上电话，他坐在床边，竟不知身体都在发抖，不知什么时候泪水已经爬满了脸庞。他的专业知识使得那无尽的恐惧更加深沉，脑海浮现的是他妻子和女儿很快乐的声音和身影，以及一家人在蓝天白云底下躺卧绿地上开心地讨论未来的愿景，一幕一幕像幻灯片掠过，那种不舍而揪痛的医生的心。他在心中默念着雅比斯的祷告：圣愿你赐福于我，扩张我的境界，常与我同在，保佑我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内心深处仿佛听见来自天上的声音：你准备好了吗？你准备好见我了吗？医生忽然有种羞愧的感觉，是啊，我什么都没有准备，怎么去见主耶稣呢？就像明天要结婚的新郎，连一套像样的礼服都没有，怎么去参加自己的喜宴呢？回顾一生，虽已受洗归主，知道主为我做了挽回祭，洗去我的罪恶，但却仍理智的得罪主，背逆主的旨意，只为满足自己的私欲，爱这世界胜过爱主。一生心想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脸？我往哪里逃避躲避你的？原先的恐惧与不舍，竟完全被那厚厚的惭愧所遮住。许多人都勾勒个人的生活蓝图，学业、工作、婚姻、家庭、生活，为了一趟5天的旅游的行程，在1个月前便开始了洗资料，做好规划，然后才快乐的出发。还有各种考试的计划、怀孕的计划、工作的计划、退休的计划，几乎花费了大半的生命去筹备。然而大多数的人，包括他自己，并没有准备好生命结束以后的计划。到底要带着什么去见主耶稣呢？当他扪心自问，竟惭愧的无言以对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求你要教导我指示当行的路，神要定睛在我身上劝诫我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同行在